雄市长陈其迈就任的第2天，行政院长苏贞昌专工落去视察送大礼，讲要予因钱，重新来打造前镇渔港。陈其迈就职的第2天，行政院长随安排落南去高雄前镇渔港。从来到高雄，来甲其迈市长加油，来甲高雄市送大礼，安尼有进步。 选前徛台，选后的建设发展，亲身送来一份大礼。送给高雄市，不是只有前镇渔港里面的一栋大楼，而是整个前镇渔港。讲的不是只有渔港，而是整个高雄市。那我也立下军令状，要求市政府我们所有的同仁，这个工程。 务必在2年内完成。讲要求2年内要完工，若前市府推动的几项政策，像爱情摩天轮、甲满天星的计划，韩国如做过，陈其迈敢会拢总甲推翻掉？执行上会有困难、不具可行性的，这个我们就做一次的通盘的检讨。伫上短时间内做全面的检讨，不足所在，爱阁有更较好的配套。2年要拼4年，唔若爱做更较济，爱阁有市民真正有感觉。